點解咁講？睇下幾則 OpenClaw 嘅失控新聞先。1月份嘅 MoBook 慘案，150萬個 OpenClaw 用戶登入嘅 token 喺網絡上面裸奔，呢個唔止係資料外泄，更加係你屋企門口嘅鎖匙被集體偷走。黑客可以直接接管你嘅 AI， 喺你瞓覺嘅時候清空你嘅銀行賬戶，而呢一隻龍蝦仲覺得自己喺度幫緊你理財。仲有3月嘅 Clawjack 漏洞，你只需要打開一個惡意網頁，你嘅 OpenClaw 就會即刻反面唔認人，將你嘅所有私密檔案拱手讓人。最陰險嘅係間接提示攻擊，黑客只需要喺網頁或者郵件入邊收埋一段你睇唔到嘅暗號。當 OpenClaw 掃描資訊並自動付款嘅時候，佢分唔清嗰個係主人定係其他人嘅願望，直接將你嘅錢轉俾騙子。當 Mastercard 同全球多間金融機構針對 OpenClaw 發出資安預警，甚至喺部分場景測試限制 AI 自動扣款，全世界先至驚覺呢一場 OpenClaw 熱潮正喺度演變嘅一場失去控制嘅全人類主權災難。